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最近防疫三级警戒，袂当烧少伫咧厝内拍牌。假使讲若是警察查到，搁再辱骂警察，就搁较不应该。今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辱。侮辱的辱，这里辱就是见笑的代志，像咱讲侮辱。另外嘛有侮慢的意思，像讲羞辱、体辱。另外古早这里辱嘛有家己顾欠讲家己的意思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侮辱，就是轻视、欺负的意思。你的台语也有一个更较特别的含义，就是有性伤害的意思，嘛有人讲是欺负。第二个词读做辱骂，就是用骂来侮辱人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咧讲千金买厝，万金买厝边，因两个本地是好厝边，落尾手因为小可代志煞来结冤仇，一个小赌就互相辱骂，搁再讲话来侮辱对方。今日小解这一日，若提供予大家参考。